想知道新嘅平台服務費點樣計算出嚟啊？如果你係專業買家，每月收入超過3000，以下係最新嘅變動。首先，你嘅專業帳號將會被收取2.5% 嘅平台服務費。呢個費用會應用喺你嘅交易上，而每筆交易最高收費嘅上限係100蚊。譬如買咗一件貨，咁2.5% 嘅服務費係7蚊左右。咁買咗件貴價貨呢，2.5% 嘅服務費通常會超過100蚊。但係因為服務費有上限，所以你淨係俾100蚊就可以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買旋轉拍賣工具嘅話，你嘅消費可以減少，甚至抵消呢一筆費用。譬如你今個月嘅總服務費係110蚊，不過扣走 Carolbees、旋轉金幣同賣家工具嘅消費之後，最終嘅平台服務費就會變成50蚊。想完全免除平台服務費，你可以訂閱旋轉商店商務版，咁就可以享受零服務費、專屬賣家優惠、專屬經理協助你增加業務。有問題或者想了解其他選擇，我哋好樂意幫你。想知多啲，今日就揾我哋啦。